咱就我所吼，叫英俊摕倒钱来互咱呢。恁爸敢遐会洗尾是？你请白英去石坡所因兜甲放炮，你是惊袂死的是？你中头咧你啊！爸，打这代志从头到尾根本就是误会嘛。咱若是较好做咧吼，就无我所迄人，毋是卖花你的人啊。阿姨，啊你搁替别人咧教示恁爸？我是咧劝伊啦，莫安尼逐遍煮食，就煮啊甲人冤家。啊喜事岛，甲咱煮甲变丧事岛，这话若是传出去，后摆敢有人敢请你煮食？恁爸也无人做奴才，颠倒清心啦，唔免看人目色伫咧趁食。爸，迄人来咧请人客的时阵，毋管好歹代，大家拢足无闲，讲话难免会较大声。迄毋是人看轻你啦，你哪安尼想啦？哦，啊无你着教我学做刀子嘛。叫你去做总部，去做刀子，啊你着唔啦，啊你偏偏要去洗啊油工做工啦。我去做工还免看人面色咯。哪会对？石无啊嫂因后生甲你对前对后，头家仔咧追求你，你哪会看人目色？咱做人吼，着爱守本分，莫想讲要扭人的衫旗尾，若无吼，人是会看起你知无？我什么时阵无守本分啦？爸，你安尼先讲，敢若我足爱钱咧？啊，无遐钱是对倒来的啦。石无啊嫂吼，直接已经摕到陈仔付啊，伊根本无甲你爸当作乌汉子啊。你讲石无啊嫂叫英俊摕遐钱来互我看是英俊啊家己摕钱要来安搭恁爸的啦。哼！心肝咧想啥物恁白猜猜咧？你是无叫遐钱骗你呢？遐钱是我的啦。拜托安尼，若一个无欢喜，毋是甲人养，就是甲人冤家。我去替你收买，甲人回失的是不要紧啦。就我所以倒钱，我毋敢收，嘛是为了顾你的面子，你知无？遐钱，迄我的话金啦。干哪安尼啦？阿母。恁家规世人哦，干那捌甲钱搭咧涂骹啦，倒了毋捌讲遐甲水的，压咧捡。你要甲钱减退，但是毋过爱先变有成果。我多啦，少年的哦，性地带甲到这样子也歹改啦。知，啊若讲到钱吼，啊哈即摆嘛袂少岁啊呢。啊伊若要嫁吼，你嘛爱甲款嫁妆啊。啊你即摆是有偌侪钱啦，哈？啊若讲到这，恁爸就生气啦。人伫咧讲家财万贯，不如留子孙半点手艺啦。自早我就叫阿讲学刀子，学刀子，啊讲几啊年，伊都无咧甲我听呢。啊，迄是你家己啦，你家己一讲到毋讲啥物，替人煮食就是做奴才咯，安尼说人爱学。我就是咧念头个，家己咧省家己咧喙底。迄是因外公吼，讲煮食是奴才啦，啊煞毋知影讲吼，因无爱将因查囝嫁我，啊，就讲人煮食是奴才啦。唉，恁别叫我讲啊衰啦。安尼讲有较超过哦。人嘴毒毒啊啦！恁爸这世人吼，拄啊反中啦，讲啊拢衰啦。对，无影讲偌衰呢。上无咱全庄的人吼，大家嘛学老讲你煮的汤头上赞。你有无？当然嘛有影啊。顶回你去隔壁庄煮的松树摊有无？内面就有人家食了好食呢，爽到地啊！拄着死人因某，搁共讲恭喜。你讲啊，你别咧规个心内拢爽。啊，有影？你无来使啊？啊，我安尼缀前缀后吼，安尼甲你叫师师叫几啊年啊吼，你捌考虑讲收我这个大弟啊无？那你吼，就爱做一个大事业啦。啊，但我这个开销就要做啥大事业啦？我跟你讲，即摆阿下心情无咧好，吼，啊你等于安尼甲人好笑，啊恁爸等于就免在咧激屎面啊咧，安尼晓袂？这头路大无？哦，这头路足大个哦。紧去紧去，
逐摆都拍字我教。好来好来好来。这个镜头的吼，制造机会互伊嘛会晓。你拄走他转来哦？太准，边仔倒小吹到祝我好，拜不苏金莲，当我上人人叫我落卡目。你吼变鬼变怪上高啦！变鬼变怪袂专食，看破艰辛学煮食啦。阿姨，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哈？你若讲要学煮食，恁要着甲你泡死泡死泡死！哎呦，哼！啊使啊使！哎呦，人都有影有心要学煮食，恁来拢无爱共教啦。落卡人啊！我看哦，恁师傅遐尼歹，你也是去甲别人学啦。哎，无咯，免安使甲别人学的啦。阮师逐项饭桶，但是煮食呢一倒一的啦。搁再讲呢，我自细汉就是互照顾大汉的，袂输敢若家己的老爸呢。若要学煮食，不管安怎，我拢要甲伊学。啊，毋过你师傅都不爱插你啊？无咯，阮师毋是不爱插我呢，伊是毋甘我。你看，我这个皮肤安尼白泡泡、幼咪咪，阮师就是毋甘我这皮肤去互油喷一个歹去啦。所以呢，若照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阮师呢人足好的，但是呢，搁较好的人嘛是有缺点。伊的缺点呢，就是喙伤紧，像今仔日啦，伊就是骂因查某囝骂了伤紧，骂了伤凶。啊，但即卖呢，家己伫咧后悔啊，我走去口安尼乱扫，啊，毋知要安怎才有迄个面通转来。我看吼，因若无去柑仔店买小几啊壳来治吼，即声是毋敢转来啊。啊哈哈哈！太准！哎呦，啊，这戏台哪会叫风台吹到倒弹？我看吼，你去学报电是较紧啦。啊都，啊，你拄啊一个人搬两个人，啊，即摆电话都袂晓用。啊就是毋知要安怎甲你讲啊，对。我毋知叫去报地迄人啊来你人啊，拜托个啦，正经个啦，等下恁爸若转来吼，你一定爱甲伊讲两句啊话啦。啊，无你拢无爱甲伊讲话，伊个目头夹安尼，我看着艰苦。好啊，我再甲伊讲话啦，我叫伊教你学煮食，哎，若毋肯吼，我全莫甲伊讲话。哎，无咯，我毋是叫你甲伊讲这啊。啊，你毋是叫我甲伊讲话？对啊，是甲伊讲话无毋对，但是毋是甲伊讲这啦。啊，无是要讲啥？啊就，哎呦，好啦，随在你甲伊讲啥拢无要紧吼，只要你肯甲伊讲话，互伊安尼目头会开，伊会较放心安尼，安尼就好啊啦，吼，拜托个啦，啊边仔都拜托啦，吼。一枝草，一点露，一枝草啊。哎，生意袂歹哦。来，开始啊，对。来，过来。不过你也两只啦。好。现在水的。哎，我现在来退哦。啊，这三百我演两回啊。你讲太太，我现在来退哦。拜托你哦。哦，你个真巧哦，可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叫我教你煮食。无啦，使的，啊就迄落，是我的意思啦，阿爸。一句阿爸吼，较好咧十间厝啦。来，我教你煮食。啊是有影无影，啊这边哪会遮尔阿莎哩啦？哎，去叫顿伊就无啊。啊，好，我有，等偌久啊？过来啊。哦。斟酌听记就好吼。哦，这是咧挂的，这个咧剁的，啊，这个咧撩的啦，
对的。啊，一支咧切的啦，这里，啊，一支咧搅的啦，交的，啊，一支咧烤的啦。交的，这鸡肉啦，这沙目鱼啦，这三层啦，这白菜啦，这辣椒啦，这蒜头啦。嘿，我甲你讲哦，一种菜拢爱配一种刀啦。啊，无试看卖啊咧？啊，爸，啊你无解海泉，伊是安怎煮啦？哎呦，讲个什么话啦？阮较早咧学这个西仔工的时阵哦，3年哦，敢若负责洗碗尔，都无才调拢举着刀啊。好啊，即摆有机会互你举刀啊，你得爱偷笑啊。啊，啊，搁咧哈？我甲你讲哦，搁半点钟内吼，你着给我款落好势。我要甲阿霞斗阵食饭开讲，你来菜无给我款落好，袂赴我煮吼，害着阮爸仔囝的感情哦，你着给我杀死你的。啊，哦，一开始就大这样呢。啊，佮点点都在咧猜，哦，较紧的啦。哦，好啦，快上表。英俊啊，爸，我啊，拄讲规堆讲甲无啥看，等即落鱼啊，到底是爱用钓的，爱用切的，爱用咬的。食袂？食饭前去看到即个吼，规个胃肠拢歹去。爸，莫安尼啦。桂小妹，你无出去啊？啊，出去会当多只甲你讲话。啊，煞毋知讲煮食煮啊教人冤家啦。啊，即摆规庄仔头人大拢知影啦，饲草歹了了啊啦。毋则住厝里，咱咧饲狗遐烧，逐掠杀无相加。真歹势，桂小妹，我今日是专工要来甲你回失礼啦。哈，摕转去啊！爸，你请半阴半泡啊啦，人都拢无咧甲你信啊啦，啊，佮赶这个物件来要创啥？摕转去啦！桂小妹，我是做生意的啦。有生意。好啦，你若有生意吼，你是毋是愿意甲我做一项工课？好啊，你做你吩咐。好啦，你小等下啊。啊，你阿爸要创啥？我哪知？敢若咧无欢喜的款哦。你咋知哦？我摕我的月金，听讲是恁摕倒钱要来还，才电倒互妈。你互妈？无要紧啦，阮爸迄种性地吼，妈过准拄好啦。师啊！哎呀，无啦，你就叫我切菜，菜还未切好啊，我甲我塞出来创啥啦？点点啦！哎呦，应当啊，老早还未困。我即摆伫咧看西啊啦，无人甲我斗相共啦。你点点去甲我徛倒遐，我表演一套还大地啊看者。好啦，好啦。这吼当做一只猪啦，啊，你的阿妈棍就较粗啦，你即摆举这个刀啊，为怎来剁落？阿爸，啊，你毋是讲叫我教泰拳，我即摆当咧甲教。泰拳啊，紧嘞剁猪头啊！哦，无咯，师，啊，我甲伊自细汉斗阵大汉的吼，有感情啊啦，啊，抬袂落。你毋敢抬，就我举来我抬。安那，你有生意无？啊，若无生意，即摆要会用转去哦。有啦，有上好啦。猪头若要剁吼，就爱对这梁棍的第二指，安尼大力甲剁落去。哎呦，师，啊，唔好甲代即支无举互你，啊，无迄就猪头落地安尼。啊，若要乌猪肚吼，就爱对这个巴肚细，规只甲撩落去啦。啊，迄长啊长路就走出来。哎，啊，若要乌猪心，你毋知爱举对一支刀。师，莫搁学啊啦，搁学落去吼，英俊若要踹猪屎啊啦。你是无爱学啊，是毋啦？有啊有啊，我要学啊。啊，要学就点点啦，莫多应嘴应字啦，爱用这一支刀啊啦。啊好啦，啊无规矩用迄支安尼上尖的迄支。唔对啦，若要学这心肝吼，你来看这人到底心肝好啊歹。若好，你就甲留起来；歹，你就甲学起来，互到食。实在啦，你若爸是够歹。知影就好。啊，伊讲的话，伊意思你敢知？有啦，伊讲我若是对你有心，就无代志啦。啊，若对你无心吼，伊就无放我线。其实吼，阮阿爸伊人真好，伊是较甜尔。
讲伊安尼吼，煮食的时阵做爱甲人冤家咧，安尼嘛毋是头路。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啊哈，叫你阿爸开餐厅好毋？开餐厅？嘿啊，爱煮食的时阵做爱甲人冤家嘛。啊，若开餐厅爱做就做，无爱做就休困啊。啊，煮食伫灶下咧，啊店面吼，啊叫太大安尼换，啊太大迄人做好笑死咧，安尼无妥当啊你。好是好啦，啊毋过安怎啦？开餐厅一定爱足侪钱啊！我即摆连一半钱都捡袂出来，是了亏啦。卖倒出啦。你哦，我阿爸连咧倒钱都歹甲你收啊，你搁倒出？啊你莫甲伊讲我有出钱就好啊你。我嘛无想要用你的钱。好啦好啦，啊无我算暗股，啊若有趁钱我较食红，安尼无就好啊。一支草有一点路，一支草有啊。只我咧甲看起来吼，你太帅啊！你遐英俊比起来吼，一声也用款落去，伤过善良啦！啊，人阿妈滚春长长，连毒都唔敢甲毒。有想一个办法就斗三工都袂过。对咧，来开一间餐厅。我已经答应太全了，讲要教伊煮食吼，这话讲出来嘛袂当收起来咧。到时吼，叫太全啊负责洗菜，负责走道，啊生意若好吼，较来讲骹手无够，啊叫阿霞来煮食。我这个个性来改起来吼，阿霞绝对肯教我学的啦。嘿，到时叫阿霞来换灶。叫太全来走道，啊，这间店要交因两个翁仔某。阿爸，啊，爸，我有代志要甲你讲。遐拄好，阿爸拄有话要甲你讲呢。阿爸，什么代志吼？哎呦，阿爸这个代志无重要啦，你的代志较重要，你先讲。啊，是你先讲啦。嗨，阿爸想要开一间店。开店？你看咧啦，这条是你甲摕去啊？讲啊！啊，这个挂过埔顶沟的交通费啊。白菜，会计小姐就讲你会为阿霞的口做落去，你搁讲无？哦，你当时遐头爱暗钱哦，阿霞。无啦，阮哪有啦？你搁讲无？好，介好。假若无，这条是摕去去，你讲啊？唔讲吼，介好。我来去找阿霞。食饭时间又要到啊啦，鸡腿饭、排骨饭、控肉饭，哎呀，这几样哦，食到就要大完寿啊啦，我若收着就要打去。啊！你老爸把你送电讲来啊？爸，一声好，我讲好料通食啦。坤小饼，啊，你讲送什么好料要阿霞食？无啦，啊三菜一汤无，红烧饃啦、腰内肉啦、高丽菜啦，啊有鱼有肉，佮有菜脯。啊，我用这个迄个佛跳钱吼，来甲控做汤啦，啊，都袂付传无，啊凊彩煮煮的啦。安尼搁有做凊彩煮煮的哦。啊，煮这个饭菜，敢毋足费气的？啊有啦，啊，着日本进口的海饃吼，迄饲甲叫清气，啊用迄豆油糖甲香菇入味，啊切一寡姜丝粒，一寡迄乌麻，安尼就一项啊。啊，搁来咧。啊，若讲这个佛跳墙吼，用蛤蟆、金针、粉椒仔卵，啊，甲煎过这个排骨，
啊，甲掺蚵仔咧控汤。好，迄汤头起来到地吼，莫讲忽会跳墙啦，连火锅都跳落去哦。阿爸，莫搁讲落去啊啦！你搁讲落去哦，等下热气啊吼，这便当我食了了。我看吼，我规日叫阮阿爸吼，嘛去学煮食做总铺啦。阮阿爸有要开店啊啦，等伊若是开餐厅吼，你才逐顿来食啦。哎，坤昌阿伯，你要开店无？要想啦。莫怪哦。